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福氣來也》，我係吳依容。今日來到節目當中，同我哋打嘴鼓嘅一位先生吼，我相信關心客家、關心綠隊嘅觀眾朋友，對一路歸屬是以咩係一個節目嘅老朋友，一路係曾希裳先生，歡迎老師。主持人好，觀眾好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屏東內埔嘅曾希裳，大家好。非常歡迎老師又來到我哋嘅節目吼，我哋好多人睇講哦，宋白鳳文先生竟然係3年前的呢，安家嘅時間我真驚啊，頭腦冇都拍開的，望頭腦冇拍嘅鬼鬧哦，啊，老師真經係筆耕不錯呢，吼，都係應題下呢，啊，宋白來係完成國泰嘅大工程，吼，內埔鄉志，啊，一擺呢，老師帶來一本新書，很多六對兒女，吼，六對兒女，六對世代嘅細妹，吼，啊。一擺嘅書呢也非常嘅貼切吼。老師同我哋先講一下，儂會有安尼嘅想法，想要來寫，也按到其實有25組，哈，如果算人數有29組，哈，啊25組，安尼嘅六對，也有唔係六對人呢。不過你也把它算成六對兒女。當初儂會有安尼嘅想法，想要寫一本書。先講唔係六對人，但是也有下一點，因為一點。對我哋六隊吼，可以想象，啊，提六隊啊做很多嘅事情，我認為一定都係我哋嘅六隊嘅人，都同講頭擺我好朋友李彤，一下台灣兒女，一下乜嘅，一下嘅大象林旺呢，亦都係台灣嘅先人嚟樣嘅，啊，天一講，因為我哋提六隊一個天氣，千多沙，提六隊。西灣個大兵，真有上進的心，真善良，實際上係真感動。我感覺到，我用我嘅筆啊，我係啲文史工作者，所以用我嘅筆嚟記錄下來。所以我今年寫25嘅，我要繼續地寫，所以一擺寫就第10，還有第20、第30，一直寫下去。一塊土地真得人寫，但是讓我得人寫，因為千多人嘅努力工作，實際上係錄到一客家。有講有壓安尼。啊，老師當初唔有安尼嘅想法，吼，想講，因為唔對一塊土地咩個想象，啊，唔嘅重點，我不用提一塊土地好努力打拼嘅人，為安尼一塊土地做過多事情嘅人，啊，安尼人其實也唔少哦，啊，唔用嚟去想講啊，我寫人嘅故事，我用嚟突出一條人。我有咩親手講，我認識嘅人係咪唔拉冇？但是基本上也條人吼，同我有互相有來往啦吼。啊，第二一點好親定住嘅人。我講啊，一啲我唔敢講，即係一啲歷史家啦，一啲歷史家，而且歷史啊，睇得有歷史嘅土地啊，他們都讓人出得寫。睇人有歷史嘅知識，感覺到所做嘅事情，可以幫我哋去想象。第三，我有啲筆啊，詩才能啊，拿下下來。我因為情感，我這個寫唔出一點點真實的好，但是我願意慢慢的同你寫出來。老師你喺書底部有寫過，過披風過雲香司馬遷，吼，施耐庵，而係咧寫人物的安尼嘅風格。其實一啲筆我寫人吼，出差。而且用心啦，我認為講，當然司馬遷也《史記》的列傳係相當好嘅嘛。我聽伊講嘅施耐庵嘅《水滸傳》啊，而下邊人真神通，而家嘅安面貌啦、面相啊，特別人講嘅話，特別人個性吼，都寫得相當嘅好。咁我哋睇見我哋讀者看咧，嗰種喺面前樣嘅。所以我希望自家寫一條人吼，寫嗰種喺我面前有樣嘅呢。我寫係一點一點，我感覺亦都喺我隔壁樣嘅呢。因為可能一個書，如果感覺講，確實如像先生頭都講嘅，也如係唔認識嘅人。故說我嗰種睇唔講，唔認識人嘅故事，係所了解嘅人，故說就很平易近人安尼吼。咁唔同人哋講一下。本來也利用嘅單元，好冇？因為有往事不雲煙，主要寫可能
伊呢已經過輩嘅人，吼，還有也係過後生嘅人，侬會想講愛分做也兩塊。其實我一直好想寫人家嘅人啦，他家底下也人，但是每年已經做去地，所以做去地我一般感覺到哦，每一日了人吼，嗰種睇我夾病樣嘅，啊，真懷念，真尊敬佢哋，感覺到冇下一代切打上嘅。一定雖然啲唔係個有名嘅人，一啲安尼可以講唔係個都講一啲老百姓來講，但是亦真係感動到我啊！我應該拿記錄起來，所以當然就佢哋嘅我都講往事不如煙啦。講頭擺嘅事情唔會本來填表很呢，就講往事不如煙，所以要50年。啊，其他人呢喺人家問題我哋。樂隊或者努力百行百業或者工作嘅人，啊，佢哋講一定係我哋咧後生仔嗰種相容波濤，嗰種安尼，嗰到嘅嗰精彩嘅人嗬，喺後面用安尼波瀾壯闊嘅人，安尼後生人，所以一份天意部分安尼，所以一本書寫到有啲人要往事不如煙，係記錄50已經做去咧，啊，有嘅哦。後生頭嗬，而係嗰種啊波瀾壯闊嘅問題，繼續努力，也都講天一片嘅分兩部分。老師，你講到往事不如煙嘅廿50年嗬，因為你講本來上一下喊出嘅個後生，不過廿50年都係對你有非常重要嘅意義。嗰種唔先下意呢，咁唔同人嚟講一下。我睇下下我也欣賞嘅福建人，我佢當時讀高中啊。每啲人都去試探自己嘅才能嘛，哦，啊，即係讀高中嘅，睇翻來講，成績單唔係千好嘛，都感覺係一啲平常嘅人，一啲，但是福建嘅老師本係一啲理想，哦，因為講，我將來要做一啲好嘅先生，一啲中國語文嘅先生、國文嘅先生，亦係國文先生嘛，所以我都下天做嘢啊，天意拜拜上課嘅嗬。講嗰課嗰精彩嘛，所以我感到對我嘅印象先大。啊，第三嚟講嗬，我記得以第一次同我哋寫作文嘅，我寫稿筆嘛，用毛筆寫。啊，而天一拜我寫作文都記得句號嘅作文拿來，我一邊我睇背，伊講一拜寫作文整體上嘅寫題號，我讀本能讀，我一讀出來那個地啊。讀出來嘅文筆啊，我感覺到很流利啊，都同行雲流水一樣嘅。我喺那地啊，哦，有樣啊，很好啊。以後呢，一拜拜同我哋寫作文，一啲作文題目，我寫幾本嘅作文譜呢。嚇，啊拜拜到安尼，2節課作文課寫唔係，我幾寫到半夜間，天一打鐘我就送一筆幾本呢。佢都長篇大論啊，所以時天都出家嗬，啲才能啊激發出嚟。我喺度問啦，我同講，我出家本來乜嘅都唔曉得啲人，但是本一啲先生講，你寫作文題好，你真感唔通啊，不請努力去做啊。所以我感覺到30歲同我哋咧有個觀眾好朋友講，將你出家嘅生人咧，第一而乜嘅才能，好去鼓勵佢，我努力地去做。而都要創造、追求卓越嘛，見下都會更好嘛。所以我親尊敬我嘅啟蒙的老師，文學的啟蒙嘅先生。哇！伊係高中嘅先生，伊給伊擺鼓勵，結果唔多見係寫嘅，受用無窮。哇！所以我感覺到做一啲先生嘅人哦，一記得學生嘅才能，多鼓勵佢一個行業行可以耕耘，可以努力。而將來咧要出台嘛。頭都先生睇團，因為我哋錄節目以前我會化妝嘛。我都同鄭先生哦，伊印順我哋咧化妝師，你睇咪也有受到嘅福建人先生嘅影響。唔會印去觀察，唔會講哇，一個化妝師過認真哦，同埋畫個過後生十歲哦，唔會引起鼓勵你。係咪也有受到嘅父先生嘅影響？我想我當然我先生本來嘅人生嘅方向啊，幾好。值得鼓勵嘅人一啲鼓勵獎勵，都係人做野外教育生人嘅咩？
坦白來講，我哋一係退嘅銀行，我哋上一退捱一廿愛，捱廿愛千好，捱有樣嘅捱千咁差。但是咧，明我哋嘅當時嘅廿愛，喂馬死人咧，一路昂神叫，昂後嘅，啊感覺到即個一無是處啊！啊，唔都冇嘅啲上進嘅事咩啊？所以我不是會講，我哋做廿愛，好好鼓勵我哋啲新人咧，各行各業，不過而家樣。冇得一個主菜而做得鬼好，都將你將到佢個太廚師呢，一蒸東西蒸得真好，你都鼓勵去讀機械工程師嘛，而將來做嘅東西畫喺圖嗰度，而乜畫圖、乜鹽樂、乜倉果畫喺度，各行各業呢，而將來要出頭的。當然而家部分真係嚟講嗬，譬如嚟講，我都記喺嗰茶巾呢，因為記喺嗰茶巾一樣啊。我一把壽司拿崩啊，我打開嘅壽司啊，因為壽司過後佢唔好打呢，我都好困難嘅。我見到成功連書卷嘅鋪牆啦，拆開了要組合，我天慢，拜到半嘅板裝啊，比論牆頭嘅運動度發皺啊，你我喺度記喺講實，我一天立地嘛，有嗰個五文組嘅啦，我一幾年前幾年。我喺母校內部貴社會線上講，曾教授，你幫我們導覽，幫我帶嚟看啲昌黎祠，都講我昌黎祠天后叫乜嘅，講嘅後邊有一啲同埋佢講頭南模呀拍起嚟，嗰個當時唔前拍啊，都特別貴來，然後講曾仕誠，你對了，你嘴巴會講，你手又會寫，你就這樣會成功的。而底下一啲人啊，而家行七架。曉得的路行下去，要會親努力去做。不管你用，有興趣去做，不管各行各業做乜嘅，所以我不是會同人去講咧，唔好罵死人嚟哦，唔好打死人嚟哦。當然死人嚟做唔錯嘅，而義正辭嚴地講，唔做唔錯嘅。但是一定有好嘅地方，以前會種花，以前會種樹嘅呀，真好呢。不過而做乜嘅都強樣啊。我都告訴講到像天地。6對2當中嘅人物哦，都按精彩嘅故事，一定係有幾多幾好同大家分享嘅。我哋了解下個多種來節目現場。歡迎多種來福起來嘅現場，今日曾翕上教授帶來一個新書6對2吼，6對2寫來寫麼嘅，啊，第本書6個25個題目，不過有29三人啦，吼，都係老師熟悉到對於有重要意義嘅人物，頭頭咱講到 TV 都係傅顯仁老師，係曾教授嘅恩師，高中嘅時節嘅國文先生，一個嘅影響係一直延續幾十年嘅。嘅影響頭頭嘅你嘅非常好呢，如選一百，結果你一啲作文題目都可以寫一本，從入譜呢。故說嘅唔對一啲新人呢，唔去說伊，唔去鼓勵伊。嘅影響可能唔似假如係幾好嘅理嘅，吼啊！老師也講過嘅出，如係非常喜歡文史文學，嗰種睇頭前一個往事不雲煙，你寫也50年，其實他們都跟文字過有關係，吼很有雷同。我聯絡嘅錄下很有雷同嘅書，係個種嘅時間有看一下嘅文學啊，伊對伊咪係有特別影響，伊係朋友。好冇好朋友，你同係我民國69年去成立勞動高工嘅好朋友。我講不如我一去勞動高工，伊馬上來同我見面，伊講，聽講你客家人咧，客家人真好呢，伊係啲好多人，對客家人吼相當嘅友善啦，特別啊，我哋客家人咧，嗰啲過去嘅歷史。所以今年呢寒假，因為講鄭老師我哋鄉下來去恆春，講你鬼去珍品東漠，如果去恆春去做乜嘅？而家看嘅陳達的故鄉嘅夜情啊，亦都去嘅，我都譬如去嘅陳達嘅恆春嘅大光啦，嗬，啊，鬼嚟聽落下都寫啲夜情嘅歌詞，都人家
完全都應該。以後喺學校會組織讀書會，有藝定共下來讀藝定呢文學嘅作品，大家發表意見，不是很好。以為講喺人嘅面前啊，我見實藝講，我哋學校嘅真老師很好呢。騙人會傳呢個義工行，我也年輕好，喺騙人嘅面前來神，唔係當面咯。千多人當面講唔鬼好，背後講唔鬼唔好呢，唔好呢。啱嗰而家睇嚟同埋見面去，嗱下邊會同佢同事就去，啱邊度會就去念招啊。天一堂都好嚟罵人呢，唔錯邊啲就去念招做乜嘅呀？後尾。安尼同我講，安尼唔好。我不是同我講，研究有冇寫文章，有冇發表呀？你做咩發表文章真好，我鼓勵你，我一人生最好嘅朋友呢。個暑假有我去個中離河紀念館，所以真好，後來變得一親有成就義的作家啦。於本來的一個屏東潘發通啊，退休幾多呀？暮年爺爺過生日，電視台訪問我，天爺打電話過來。講從邊個睇嘅電視上看到，研究唔夠車嘅，要注意身體。我研究癌症嘅，我研究睇做化療，人嚟講，我馬上就去看佢。忙啲啊，我有一日對台北坐國光號嘅查咩幾多頻道，按不條。啲佢講好嘅2倍後面有個電視嘅熒幕嘛，看到台灣知名的兒童文學作家李彤上午過世了，我電幕這邊蘿蔔給落雨，我分不清我的眼淚跟外面車窗的那個雨滴啊交雜在一起，一切都屏東的。原來佢有我朋友，不是聽人講，我23年佢有我朋友的李彤，也係的好多人，但是想象客家人，因為我冇嘅想象啦，因為以知識廣播，你冇嘅有看，而且我講我頭擺嚇咧，一啲。可以講職人啊、技工啊、技師，但是他是超博士呢，馬克都低呢。所以對我哋的印象，不但對我哋對同事的印象，親泰，所以我很懷念他，我最好朋友。李彤，他啟發了我對文學創作的熱忱。我馬一邊都見寫呢，咪要見寫哦。我不是講你研究有冇寫呀？咪也沒見寫，一寫一萬那本來看啊，兩邊呢。假使一啲人吼去讀書冇得做乜嘅，冇朋友啊，你孤陋寡聞嘛。不過你做乜嘅，各行各業你做乜嘅，你都有朋友嘛。你鋼鐵有咩共樣啊？你鋼鐵你都有啲朋友啊。我有講過，用我種木瓜，用我種檸檬，用我種一個河，互相交換意見。用我嚟寫文章，文章我寫個河，人生都用我嚟行，我一直好玩咧。所以我哋多交一些好嘅朋友啦。頭都講到傅顯仁老師韓國一個李彤，佢係對鄭教授有特別的影響，同充有意義嘅人。不過還有一條係，其實同咧交情冇講安全，不過唔係係會去寫伊人咧，唔會去看到伊人個特別的意義，係唔用嚟去討。像鍾淑華老師，伊會主動來請我，每ngày講我哋客家文化，而用我來。攀個河，攀一啲故事分離，主動過嚟請來。因為我哋講屏東縣政府跟北投里做過一條詩嘛，而係啲日劇嘅設計師啊，日劇嘅設計師喺屏東冇一兩種呢。大家讀好睇美和科大做女主任，我要一個文化設計的老師來搶嘢來教，他是技藝教師，忙裡也得到唔會偏。但是冇偏於對於我來講，而且我係晚輩樣嘅，我來看我學很有禮貌，要考到嘅屏東科大嘅客家研究所榜首嘅，係偏一個入衝嘅。一般同我講，我一通研究所強行上嚟做我嘅指導教授，我去聽咧，但是做會得，我按你做會得，而做會得我按你下一攤，而家陸鴻同我講，書畫走了。他走得很安詳，還見我講真的嗎？也冇嘢讀小學2年生，等於佢嚟做嚟食呢。
我學校好考文化創意設計，學生嘅單位過來搞呢，我單位嚟請我做也指導教授呢，這個就是很感性。所以可能下一的文章哈，有知性跟感性嘛交雜在一起。都所以推廣我哋講到傅顯仁老師，傅顯仁老師偏過入出啊，一款嘢啊，不同嚟講，我真想歸來去內部嘅美好狀況行啊喲。我不講先生身體我要帶佢歸，但是以偏嘅傾向中啊，我一生也冇辦法帶佢歸來嘅，對裏邊。但是我按一下先人先生分析歸來到美好狀況，看青青的草原，看東方嘅太湖山，再來教識朗讀愛寫作文，再來看愛寫幾本嘅作文簿，一集是一集做愛改，期勉愛做一點中國語文的優秀的老師，這個就感性的嘛。所以可能下文章哦，一方面那個講人的人民有知性也有感性嘛。你從知性講到李彤來講，他有知性啊。因為安部愛的講伊條勞動國公的教育，安部條滿天的星斗。伊講好像線下國事愛應該輕鬆來寫小說本人看的。但是我要一個筆名，也那種筆名啊，伊用賴西安寫古詞，要用乜嘅寫小說呢？兩個人喺討論嘛，我哋講，我用我阿妹寫，我阿妹想聽來做我筆名，聽苗苗安尼啊。伊講錯個，我阿妹想李，嚟用李啊。伊本名就西安，西出潼關啊。伊都講，伊要用李彤。哦，對了，田大學生也要用李彤好好寫小說啊。我講哦，我講我有個自信啊，因為我哋對五星該關心啦。我哋要面對一啲台北嘅戲劇作家，哦，挪威的戲劇作家以下嘅乜嘅傀儡家庭啊。挪拉導致於，導致於後來有婦女運動嘛，加對我哋講知性嘛，嗬，易卜生啊，嗬，雅人，所以啲文章我寫出來要感性的，要感通嘅。嗰套朋友不同我講呢，曾老師你寫文章很感動人的，我承認，筆鋒是有感情的，筆有感情，對呀土地的感情，對人的感情。但是也有知性啊，你的底帶的東西要傳播出去呀，所以知性交雜的感性來寫。哦，你看講我哋寫王龍信，王龍信好多人呢，我哋對人內部聯絡長治族嘅10年，亦對於啲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畢業以後，一出嚟我哋客家莊寫新聞呢，寫到伊離開一個人間。我哋講呢，一拜拜。後來啊，以視察發生查破以後，以鐵輪腳踏查清情況啊，去採訪呢。我反講，我剛才挺想買一台我都拜送啦，眼鏡送，但是後來都冇看到嘢，我再一看伊都冇嘅，就係嘅。一生意摩托車，我咪哋講呢，我挺想同介紹一啲什麼嘅家本，供歸到客家人嘅生意呢，就講客家話，一起想象我哋客家人嘛，就係嘅。安排下一代吳新梅啦，吳新梅一代我哋村莊嘅羅莊站呢，一啲富人家，一拜拜我哋有個主辦嘅關懷據點，一拜拜初二我都拿咗2000元根本嚟嘅，第四間我哋職工自信，第四間我頭尾什麼啫？一張一兩億多錢呢？3600啊！你都拿2000元本來那個數唔下，你看。按殺的人呢，所以因為打動我的心。我講6對兒女，唔係講一下一號一號一有成就嘅人呢，一天起一地哦，對該善良，對一個土地，對人親和嘅人，我哋記錄下來。哇！你看頭頭我哋講到一個1/3嘅理解哈，如果我哋老師要本6對兒女頭前。嘅替鋪分往事不雲煙，你看唐老師講呀，五個人都會感覺，可是伊呢唔係講一般台面上嘅人文。不過唐老師講，可是如何愛用一個感性的筆語言哈，咱可以寫出安尼，如何唔認識伊呢，佢感通人嘅部分，佢提煉以後，
嗰本人看到，雖然伊呢已經過身咧，不過列落去意義啊，吼有人去寫，啊有人看到伊呢嗰啲珍貴嘅素材，咁人哋底下呢，老師還有寫嗰啲20杯後生嘅哦，吼，嗰後生嘅，而家老師用嚟去看一群人咧，吼，人哋了一下嗰多種嚟節目現場來參考鄭教授。非常多種來福起來嘅現場，今日鄭翕嬋教授帶來伊嘅新書6對25，都有講到天的部分有53年，人哋小可講一下佢嘅故事。不過你看用糖嘅錄地，老師真係係非常感性嘅人，吼，嗰種唔會有佢嘅動力去寫黑人嘅故事，因為要無幾簡單咧，唔會有嗰種感性想去寫，看到伊呢。測定人看到的部分，還有其實要做功課啊，吼，唔可能係平常時打最古嘅內容都可以寫，你還要做一道功課，你用嚟去評分，也個雖然頭都講到一些吼，有感性沒有理性，你用嚟去評分，也個唔寫作嘅方式。主持人講嘅真錯啊，講感性感通切家嘅人啊，伊做嘅事情先感通嗰個切家，就想拿起筆來寫嘛。譬如講，我哋講嘅後生人最年輕嘅戴心怡先生，伊啲宜蘭人咧，細妹咧，因為就當係參加去尋藝，以前乜都嗌到咯，先生啊，人家愛嚟做異位戰爭布列羅嘅研究啦，佢當時喺台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畢業嘅多，伊都嚟做，啊係真聽嘛，可能伊啲細妹對宜蘭調查人咧，做嘅。到屏東火車站專客運去啊，都係落行到中心輪茶站啦。綁咗一堆太皮箱啊，剛才咪到一堆宜蘭隊，一條綁咗太皮箱，唔免嚟一打開，啊發現唔咩嘢東西咧，全部都宜蘭嘅名產嘅牛舌餅、蜜餞啊送。要同佢講，而家擺放慢米的擺放，對那幾樣嘅同佢談過度。真感動呢！如果伊為了去做異位戰爭，伊走到日本的外事廳啊，去到個防衛廳啊，對國防部去調查異位戰爭195年日本人用嘅上戰同客家人上戰呢個過程，伊親自去拿來錄出來。伊為了去採訪嘅中發陳先生，做到新北市伊嘅錄卡，啊，做到嘅。從此嘅副首長以前秋鳳陽嘅先生嘅後台相當嘅認真，嚟講唔會我哋6對嘅細妹嘅6對兒女之一戴心怡，我哋講啊，因為青天啊，屏東6對已經成為我心靈的第2個故鄉啦。當然可以，我哋6對嘅細妹嘛，咪呢個人強喺安度曾鵬賢。伊就當係錄卡嚟，同我講，以前我哋節目池塘看到麥嘅，古鐘古典按樣播出，我俾親聽啊，冇人會發現啊，原來伊喺台南醫大古蹟修復嘅設施啦，古蹟修復都嗰少年會做安嘅事，佢去年嘅前年咧，我哋都表到一啲我呢。本神秘強公所拜託到講去做神秘嘅客家莊嘅研究啊，嚟帶人去做。有一次一歸來嘅路況啊，去田野調查，啱不嗰點啱咪能歸來嘛？歸來路況又講，先生，唔知啊，我哋6對有一點廟，葉飛的廟田來，嚟講，你問對了，我知道，我馬上帶你去睇4、9歲啦。啊，一看葉飛廟。而迄個葉飛廟，佢個廟個路呀，而啲創業呢，你問嘅葉飛講，我多大一啲台南，也都過來屏東嘅家鄉。啊，啲身高講，有過來屏東嘛，有啲屏東一出去見做呢，而為考古啊，去做塔碑啊，我碌下揾有一下，我拿筆看，有啲人嚟住嘅。因為同埋分析啊，人咧祖先吼對體育帶來咧，對人強用嘅開論普羅沃頭開過來呢，
伊個古物鑑定改好。在白河點啊靠啊拍好啦。拍好，伊個朋友講，伊哋呢三官大帝嘅廟啊，伊個香爐係昌盛宮時節帶來嘅。唔同啊，都講啊，伊看啊，伊個三官大帝看伊個香爐啊，看唔實啊。伊個昌盛宮帶來呢300公人呢，因為佢當時帶來，我看唔實啊，我馬上帶伊看，伊馬上仔細地看，伊都分350年嘅香爐啊。人類幾年嗬，幾拍好伊啲客家鄉親啊，而家追隨昌盛宮來攻打到台灣來，而都匆匆忙忙對伊個陸卡，喺福建的南靖啊，祖先的南靖客家人啊帶來，有個奇怪呢，拍好伊啲題目啊，客莊內呢，客莊內啊，你睇客莊門一定千多年嗬，唔止係等客家人呢，但是已經體制都像客莊內呢，唔止客家人呢，所以我有個拍好來尋我有個莊先生同我講，40歲人底下嘅客家人，佢迄天阿爸講，阿爸我哋客家人，阿爸往住再講，我哋客家人啦，安尼講咧，嚟講台灣客家嘅研究，親手去研究到拍好嘅客家人，對荷蘭時代都來，我研究不是去。你有發現寫呀第一集第二部嘅25嘅，伊呢有乜個共通性冇？我本上我感覺到善良。哦，善良係輕重要嘅，善良係乜嘅？很抽象。嘅吳義隆稱善良，我唔講如果善良，我哋冇辦法去講啊。但是佢對我會細心的觀察，佢對法體天數化妝、做前人的化妝，對佢化妝喺身上，佢咩見實意嘅改對佢改好，那就是他善良的本性嘛。如果不善良，你要同佢化妝化按摩啊，會按你啊，我以為見身很辛苦咁樣。善良就是常常為對方着想。佢俾我哋太好教書，學生係問我，老師我一樣嘅事情都譬如會感覺到我氣質過好，氣質好唔係17歲都會氣質好呢？氣質好係唔係結論？你要睇我哋呢，增加嘅老祖先曾子講嘅，要忠恕啊，忠心，同人好好的做事情。盡自己本分做好了就做嘛。恕不是去想到便宜，對便宜對唔希望，而不分享愛去家，這個就善良嘛。所以善良係一點人的本性，善良唔係抽象嘅。你睇人同人之間，冇時間咧，我不是要同人講我先人嘅拖老公嘅事、假老公嘅事情咧，其實搞了我男朋友呢，每日講呀，兩個一樣嘅那個好，我去分辨哪一個善良，錯嘅嘛，一看都知，一隻面一來一來坐下都睇，一坐下都知善良唔善良。我看人哦，搞個朋友係善良，啊我哋係六對天氣吼，我哋去想象我哋客家嘅語言嘅文化嘛，想象我哋客家人嘅歷史嘛。未來我哋自我打拼嘛，我哋要推人，我哋要推人，一本雙語推人來感通，我哋咩感通係推人，我哋假使冇辦法去感通人啊，我哋要感通係推人咯。所以頭先主持人要講感動啊，所以我哋好個教授講，每一切家要感通，本切家感通嘅先拿記錄起來，那個是最好的文章。哎呀，看六對525，彭順下體系。假如有聽意識的哦，我繼續下。一直在下，所以我不講吳義隆是我下一次沒有資格，還沒有資格，還可以等到第10集可能是有機會嘛。哇，今日非常感謝鄭教授同我哋分享按精彩的故事。我相信大家睇會貴上愛買書來看，按用嚟買啊？哦，來我都卡掉，我都送。哦，這個買書方式可以睇到，都一你喜歡看我都送，但是我呢，迄條路背後，我黑白會講，我送，送係哪個月唔係佢嘛？100個元，以哪個月都我花100個元啦。其實英數碼唔止100個元啦，差唔多嚟看，智慧財產，多嚟看啦，看下數也獲得客家 VMP 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有獎勵我哋出版書嘛，我哋出版嘅書當然都留下來嘛，啲事情都人嚟看嘛。但是我出價，第一我出價。我嘅文筆很流利，我嘅筆鋒有感情，
我的筆記本有知性的知識可以傳播俾人，係最重要。你要做一啲寫文章，你咪按你嘛，把感通這個事情啊寫起來，啊筆可以流暢的，啊這個第一事情，一定人的經驗，你等於吳立龍的經驗有他的經驗，我有我的經驗嘛，把一個經驗寫出來傳播，知識傳播下去嘛。今天非常感謝鄭教授同我哋分享咁多咁精彩的故事，多謝。多謝吳立龍主持人，多謝我哋嘅觀眾好朋友，多謝安子謝。謝謝，咁觀眾朋友，三下來莫轉台哦，聽人欣賞好好運動。觀眾朋友，有請許多福起來嘅面書粉絲專頁網站，還有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隨時發落福起來嘅最新消息。